台湾的关会率是排全世界第1名，也毋过煞定定出现欠货的状况。最近南台湾是天气真烧热，所以高雄关会中心的库存目前是敢若剩4天尔，也阁有关会车规工安尼驶出去，煞敢若无着7地的货，对南部地区的医疗是造成真严重的冲击。 平族路大卖场遮，这台光火车边啊有人蹲咧烘鸡啊，现烘的鸡就是光火奖品，就算讲是日头大，游玩去引民众来观火。等到看到天地坚定这间国小头前的光火车，现场就冷冷清清。最近高雄天气暑热，甚至出现40度的高温。高雄关会中心表示讲，车衫伫坚定的光火车，规工敢若木着7地火，是过去毋捌出现的状况。大概拢有60地、70地，前几天因为天气真正伤热，会使看到就是讲行路可能有机车、汽车咧走，但是就是无人咧行搭，天规工落来，关7地，这从来毋捌有这个情形过。天气暑热，真正会影响到民众关会意愿。高雄关会中心表示讲，目前南部货库的量敢若剩4天，4个货型拢有欠。若是有企业的帮赞，一天上无有1-2摆货地。毋过嘛是有民众，毋管日头炎，也是固定来关会。因表示讲，天气热，确实无想要出门。会当提供一寡迄个真吸引人的迄个赠品。 或是礼物的话，当然会吸引更多的捐血人来捐血。还好，因为其实嘛有种捐血中心站嘛是有冷气的所在，其实室内室外拢会当关嘛紧。根据高雄关会中心统计，南部地区逐天平均拢爱用到2100地火，这几天关会民众敢若剩3-4成，若无赶紧补充货库，到时若有别人紧急要用火，会造成真大影响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